恁爸问讲诶，桌顶诶迄蛋卷敢会使食？哎，佮问啊，买转来就放桌顶，就是大家食呀。我甲恁问一下尔，啊无你食遮大汉，敢知恁爸爱食蛋卷哦？嘿吼，啊，我哪拢无注意到吼。苦向前行，伊是阮的爸爸，我敬爱的爸爸。阮的人生跟你的脚步行，志在异乡，但是心在故乡，嘛是为着行你的前途。一世人袂阁予你心通痛，心通痛。阿妈，这炼饲料安怎用料，你知无？唔知啦，袂晓啦，用来少年的，无啦。行你的前途。